今仔日咱是由苏玉静营养师来甲咱讲即个主题，金肉骨互调，体力免操劳。安尼咱就请伊来开始甲咱介绍今仔日主题。嗨，大家好，我是台大婚姻病院营养师，这看起来敢会伤细张，这样子，那样。袂啊袂啊，安尼拄好。哎，拄啊好吼，好。我叫苏玉静，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筋肉骨互劳，体力免操劳。啥哪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即2天我拢帮迄个婚姻馆的卫生局，因去社区也是做侪点的，甲是大人讲按食物件爱有食寡营养的物件，包括安尼蛋白质，搁有体力爱运动，吼安尼袂有跋倒的情形。因为定定就是拄着讲食无照匀，然后跋倒了后，就是可能住病院住久佮变做规个拢虚去安尼。所以爱做预防，最重要的代志就是爱食好营养，爱运动。第二个豆芽片吼是有5个问题要大家家己想一下啦吼。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甲大家问讲，恁知影讲要预防肌少症，除了食食以外，阻力的运动嘛是足重要的。安尼是对还是毋对吼？恁家己使家己想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大家讲，恁敢知影菜豆伊是算较好的蛋白质，还是伊是算第一类的大类食物内底的第一类？吼，好，想一下吼，菜豆是算蛋白质吗？对还是毋对？安尼。好，第三个问题是要甲大家问一下讲，逐顿豆腐、鱼卵、肉类，上好是建议讲一个手心的大小的量，甲是一顿需要的蛋白质的量，安尼是对还是毋对吼？好，第四个问题是要问大家讲，若想要知影讲家己敢有肌少症的问题，会使用4支手指头就是讲大舅母正手甲倒手的大舅母，佮有第2支的手指头安尼围看的小腿上粗的所在。若讲你扛袂起来时阵，代表讲肌少症的风险是较低，安尼是对还是毋对？吼。上尾一个问题是要问大家讲，走路甲慢慢走安尼是足好的运动，而且会使增加筋肉的量，安尼是对还是毋对吼？大家有想着拄遮遐个问题，恁先想看觅拄遮个问题是对还是毋对？等一下吼，我会伫内底讲遮个答案，后壁佫共款的问这5条的问题安尼吼。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吼，主题有3个吼。第一个就是讲，啥哪爱预防肌少症，肌少症的重要是啥哪遐重要？第二个就是啥物是肌少症，要安怎做预防？因为2025年开始，台湾就是变做超高龄的社会。啥物叫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有20%的人拢是65岁以上的。2025年听起来足久的，其实过3-4个月，就已经是2025年啊。代表讲5个人内底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安尼老大人伫安尼社会，安怎互伊食健康，互伊运动，安尼伊的破病的几率就会较低吼。来看即个图。这个是看身体内底肌肉的量是几岁的时阵上济，几岁的时阵会开始老掉。25岁的时阵是肌肉内底上济，过来40岁开始10档就会老掉8%。比如讲我即摆40岁，过10档以后，我50岁我的肌肉，我60公斤好我8%，我的肌肉可能老掉个差不多买5公斤。5公斤比一个刚出生的婴来讲比佫重，5公斤的肌肉是足济吼。70岁以后，老掉的速度会愈紧，差不多个已经是15%的速度，10档老掉15%。所以这个使互我想着讲，
阮大家官，佮有阮爸爸妈妈拢超过70岁啊。以早看因做勇健，60几岁当退休的时阵，看起来嘛，佫会使骗孙。啊，是安怎伊70岁以后，佮开始甲讲遮酸痛，遐酸痛，对有病安尼吼。其实就是甲鸡肉流失有重要的关系。鸡肉是安怎遐重要？因为伊甲按感染还是空喙甲噩耗拢有关系。啊，若鸡肉减10%的时阵，抵抗力会愈来愈少，吼，愈来愈低。若加20%的时阵，留掉20%，安尼空喙会较噩耗。若到40%的时阵，其实按死亡的风险会增大。所以爱预防的原因，就是因为按莫互遮个并发症发生。伫阮病院，像我伫好母的病院，我定定上班的时阵，就看到足侪老大人来遮，拢差不多已经超过65岁啊。有当时看因足瘦的吼，足想要甲伊讲啊，你是毋是软豆腐、鱼仔肉会使加食过，还是加运动？源头就是因为想要互因健康，莫定定讲因为鸡肉流掉，然后就是爱来看医生吼。啥物是肌少症吼？就是讲咱的肌肉内底的量，身体内底肌肉量愈来愈少，肌力吼，比如讲叫你定力的时阵吼，愈来愈会感觉无力安尼。然后有当时行路甲袂知，会皮皮喘，有当时会足够跋倒的感觉。像阮姐姐伊伫台北，吼，伊有一个朋友嘛，就是嘛是台北的朋友，因爸爸妈妈是住高雄。80岁左右，伊就讲即2礼拜伊已经跋倒3届啊，所以拢对台北走转去高雄看因爸爸几啊届。我甲伊讲啊，伊会跋倒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伊可能目睭毋知有看有无，还是模糊，可能看无着头前的物件。第二个可能就是按兜，比如讲伊对房间到按客厅，还是下间仔，到有物件伤济。互伊个行路有踢着，还是讲有一个夹伫遐。过来可能第三个就是伊个肌肉无够，有当时一个人伫厝，还是2个人伫厝，高凊彩食一个减糜，还是讲食一个会饱的物件，馒头一粒就好啊。伊基本上拢无啥物营养，安尼长期落来，有当时伊个功能就会退化。好，若讲有当时看到，因为可能较少年，佫无即种感觉。毋过的爸爸妈妈，还是讲兜是大人，你若发现讲伊行路较无在，较慢，吼，甲以早少年时无共款，还是讲孙仔叫伊存一个矿泉水的挂，存袂起来，感觉存足久的吼。过来就是伊存面巾的时阵，有当时存无啥会干，甲正常的手力比起来是有差的。无就是讲。伊的身体的体重无条件要减重，毋过伊就是流掉足济。即个时阵可能爱注意讲，兜的是大人是毋是有肌少症的风险吼？要安怎验吼？其实迄卫生局有甲咱教，就是像我拄仔问的迄个问题吼。你若讲厝里无皮笑的时阵吼，会使摕家己的手吼，大舅母2支正手甲倒手拢摕出来吼，然后就是去手指头围看觅下，看你的小腿围上粗的所在，看围会起来袂？若围袂起来，代表讲恭喜你哦，你的肌肉是有够安尼。若围会起来吼，可能就是淡薄肌肉变较少。有个人讲我个鸟仔骹伊本地个会较瘦啊。你若讲吼要较准的方法，会使摕一个皮尺，会使量看觅下。若讲你量的时阵吼，椅仔爱坐好，然后你的脚头趺爱弯翘，差不多90度，来看一下用皮尺量上粗的所在。查甫甲查某伊有一个数字啦吼，查甫爱超过34公分，查某爱超过33公分，代表讲较无肌少症的风险。你若过过即个数字，可能爱搁注意吼。毋单是咱家己啦，有当时你嘛会使试看咱家己的爸爸妈妈吼，来帮伊做预防。这相片吼，是阮伫社区的时阵，伫婚姻馆的社区内底，请长辈因来试看觅啊。倒手面遮其实无啥正确啊，伊应该爱坐弯90度安尼较准。毋过安尼就是趣味，安尼俾其他的人较看会着，所以佫叫伊举起来。伊若迄倒手伊若手围会起来，就是代表讲伊的
手脚的肌肉较少吼，啊袂使摕别人的手来为家己的骹个无准，爱用家己的四支手指头啊来为家己的小腿位，安尼才会准。啊，正平者就是用皮笑迄样，哦啊，看觅仔是毋是有超过34公分，安尼代表讲是较无肌少症的风险的。啊，佫有一个方法会使检验吼，就是讲会使看觅仔，就是讲你若讲坐伫椅仔，你若讲要互老大人饲的时阵会记的，爱找迄椅仔较窄的吼，啊有会使靠的迄种椅仔，啊，互伊就是手伫头前遐，啊拍册啊，啊用手安尼拍册啊，安尼放伫头前。啊，若讲伊徛起来坐落去，徛起来坐落去，连续5摆，伫12秒以内，代表讲伊是算正常的，吼无问题。伊若讲徛起来坐落去5摆，已经超过12秒啊，安尼可能代表讲有肌少症的风险哦。啊，要安怎预防呢？若讲按验着即类的是大人，还是讲按家己是要安怎做预防吼？其实就是讲营养的食食，甲适当的运动训练吼。运动其实有分3种，第一种就是按讲的行路啊，慢慢啊走，即种其实会使训练的是安尼心脏甲肺部会喘气吼，会较好寡迄种的，即种是第一种的运动。第二种运动就是平衡感的运动，比如讲太极拳，还是体操，吼，啊，真正会使增加咱的肌肉的运动，叫做阻力的运动。比如讲，有的人会去迄健身房遐做，迄摕迄较重的物件，啊，若伫厝的话，其实你会使摕家己的矿泉水，安尼用手安尼举起来，啊，佮放落去，举起来，放落去，安尼，吼，安尼嘛是算阻力的运动。佮有就是会使坐伫椅仔，吼，啊，坐好在，啊，骹伸落直，啊，嘛举悬佮放来，安尼，迄嘛算是阻力的运动。即种运动才会使增加咱身体肌肉，吼。啊，若食食的部分，伊则有建议，每公斤爱食1.2公克甲1.5公克的卵白质。等于讲，就是逐顿爱食25公克到30公克，这听起来吼，足无清楚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数字。按后一个图吼，我会甲大家看者，吼，其实就是安尼，足简单的。按家己嘛是想看觅下吼，一顿就是食一个手心吼，手心的量，2豆腐鱼仔肉，吼，啊，一个手心就是2份，一工差不多食3个手心到4个手心，安尼卵白质才有够，吼。有诶，比如讲像我今仔日早时可能食，家己嘛会使想看觅下家己敢有够无吼。我早时食一个馒头，啊中昼到即摆拢还袂食，所以我今仔日对透早到即摆连一个卵白质的分量拢无。吼，啊即摆除了想看觅咱家己以外，阮兜诶是大人嘛共款，像阮大官因透早个拢食一个馒头，我计爱加一粒卵吼，啊无就是中昼。煮饭的时煮炒饭的时阵吼，还是讲煮汤的时阵煮一个豆腐汤安尼，长期起来营养才有够。啊无，逐工拢食无够，按一工一顿吼，爱一个手心的量，3顿就是爱3个手心的量。逐工拢食无够的话，有一工就感觉愈来愈虚。阮食食的部分吼，毋是像我药啊共款，你今仔日食了马上有效，还是讲你今仔日卵白质的物件食少？明仔个肌少症，毋是，迄是长期可能半冬、一冬吼，伊的卵白质拢食无够，安尼手掌心的量爱三个手掌心到4个手掌心的量，安尼肌肉就会慢慢流掉吼，所以食时爱对平常时爱开始补。啊，卵白质有啥物物件吼？伊遮有写，就是豆腐、鱼仔、卵甲肉拢叫卵白质。上好诶，就是豆腐迄类诶吼，因为伊内底胆固醇较少，搁来就是鱼仔内底搁有鱼油，然后就是安尼卵甲肉。啊，豆腐即款类诶吼，像乌豆干、豆皮、毛豆，还是讲豆干糋，还是讲按迄种外口卖迄种传统诶豆腐，迄拢会使，豆奶嘛会使。啊，毋过有诶人吼会讲想无清楚，想讲是啥物豆拢叫做卵白质吗？无哦，遮有甲你分啊足清楚诶哦。有诶豆伊是算全谷类诶，就像饭迄类诶，比如讲红豆啊、绿豆啊、花豆、红地豆、蚕豆、青豆仁，这食起来拢松松，这种叫饭哦吼。所以阮有诶是大人拢讲啊，我拢有食豆仔类啊，是安怎？
鸡肉佫无，还是讲血糖价变遐悬，因为因食着的是主食类的物件，甲饭共款，红豆啊、绿豆啊、花豆、红地豆这松松的拢叫做饭，伊毋是叫豆仔类，嘛袂使补充蛋白质。啊，第二种豆是算青菜类，像茯苓豆，还是讲四季豆，还是讲安尼菜豆啊，即种扁豆啊，这种叫青菜，这嘛毋是算会使补充蛋白质的哦吼。上会使补充蛋白质的物件是即个就是黄豆，比如讲豆奶黄豆做的物件，是乌豆奶，是毛豆。即三种豆，才是真正是补充按营养的，补充按金肉，毛豆、乌豆甲黄豆，这品种无共，毋过伊就是蛋白质的部分较济。后壁下骹遐有诶讲土豆，还是讲夏威夷的豆，迄种豆是算优质的哦，迄嘛毋是补充安尼金肉的。所以真正要食蛋白质的豆仔类的物件，会记的，就是黄豆做的物件，是乌豆佮毛豆做，才是补充按蛋白质的，补充按鸡肉的足好的物件吼。好，若鱼仔的部分吼。鱼仔内底有鱼油，对身体是袂歹。有诶人食土托鱼啊、沙巴鱼啊，还是讲蛤蟆啊，还是讲乌龟鱼啊。乌龟鱼有诶人会讲啥物南门台啊，阮高雄有当时安尼讲透抽啊、软丝，这伊是海产类诶物件，伊对伊诶蛋白质嘛是有够吼。所以按卫生局有建议，营养师拢建议讲，你若要食蛋白质诶物件，会使先食紧豆仔类诶，甲来紧鱼仔类吼，来卵就是过来甲是肉。卵基本上即摆诶人拢有一工食着一粒啦。若无诶话，是会使建议讲，爱互家己补充蛋白质诶话，会使对卵较方便，会使来食吼。肉诶部分其实有分红肉甲白肉。白肉是啥物？就是两支骹甲无骹，因为内底胆固醇较少，对咱的心脏血管较无负担。比如讲鱼仔，还是讲鸡肉、鸭肉即种会较好寡。四支骹的肉，像我猪肉、牛肉，伊嘛是会使补充咱的蛋白质，预防咱的肌少症。若伫家己大个人家己大个迄个时大人我是建议有当时伊个家己煮一个咸糜啊，方便就好啊，无想要拉鼎。所以，阮有寡菜单会使互迄个家己大个人，还是讲是大人想要食较健康诶，毋过佫无想要拉鼎诶是大人来参考。比如讲，伊会放寡鱼仔，甲贝仁仔煮糜，安尼有青菜，嘛有讲蛋白质诶部分，会使补充安尼营养佫有钙质。除了卵豆腐、鱼仔肉以外，牛奶即类的，伊会使补充咱的钙质，所以有建议讲一工会使食2杯，早是1杯，甲暗时1杯，一杯差不多24左右的牛奶，伊会使互咱的骨头较勇。你若讲食牛奶会无爽快，腹肚无爽快的，阮会建议讲，你会使拄底食寡 cheese， 还是讲酸奶，还是讲酸奶糕啊，这对对迄个补充钙质嘛是有帮助。有诶人你透早还是讲要补充钙质诶话会使建议讲会泡寡乌毛仔牛奶来啉，伊诶钙质佫较济。所以咱家己想看觅对透早甲即摆有啉一杯牛奶吗？还是讲兜诶是大人有固定早时泡寡牛奶来补充钙质吗？所以拄则讲诶卵、豆腐、鱼仔肉，家己有食着一工6份嘛，就是一个手掌心诶量，逐顿一摆嘛。过来有逐工食着牛奶补充钙质嘛？这长期来讲，对咱的肌肉，佮有咱的骨头，拢做有帮助的。毋过你若一工、2工、1个月、2个月食量拢低过按需要的量的话，安尼按肌少症的风险佫会变较大。这相片是要甲大家分享是昨日我带囡仔，阮的学习生去社区宜伦仔的社区做迄要安怎预防肌少症的演讲。内底就是有叫因做因为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佫无想要伫遐
创东创西，所以阮就想着迄较好诶菜单，较简单诶菜单。倒手边下骹，即阿嬷伊咧搅诶，就是有豆腐，佮有假肉，啊，放寡香油，佮有胡椒粉，拉了后，佮变做一片一片诶肉片，然后正手柄顶悬佮请，就是遮想要蒸诶大人，你是大人。互因来做伙蒸即个迄个肉饼安尼，然后蒸了，这一片点一个手掌心点，就是食两份的两白质的量，吼，安尼就有够。而且伊这滴落去，这个浮去啊，所以这种软的，毋免烦恼讲喙齿部袂发。所以除了咱爱食好的物件以外，运动嘛是足重要的。所以若讲要预防肌少症，做阻力的运动，吼，我讲的是去，比如讲摕迄矿泉水举悬，还是讲骹举悬，即种运动，甲食好的营养的物件，蛋白质较悬的物件，对安尼肌少症的预防较有帮助。所以，阮定定伫门诊的时阵，拄着足侪是大人讲，有啊，伊有运动啊，伊拢行路散步啊，无就是慢慢啊走啊。即种运动其实对安尼增加肌肉吼，效果较无遐好。上好的运动就是阻力的运动。这拄则有讲啊吼，所以你若讲烦恼按兜的是大人吼，会跋倒，还是有肌肉较无够，会使甲因讲，伫厝的时阵个骹举悬放落来，还是讲做寡迄个阻力的运动，对伊的身体吼行路个较会知吼，跋倒的风险个较袂遐悬。即个图吼是我就是看着迄是安怎印象当中吼，外国人老人伊的体力拢会较好，因做时仔嘛流行去做迄个体育馆啊，去做迄阻力的运动吼。啊，若讲你若伫迄健身房内底看着差不多70、80岁的老大人伫健身房，伫台湾就感觉可能有当时会感觉怪怪吼。其实啊，即摆嘛足时行的讲，请65岁以上的长辈会使去做一下阻力的训练，吼去健身房。像阮几乎因爸爸妈妈嘛80岁啊，逐工嘛是拢徛后倒摆去健身房，请一个教练，甲伊讲要安怎出力，吼，安尼身体，甲伊讲行路较载安尼。所以外国人因嘛是拢会做运动，啊，而且因做的是阻力的运动。啊，顶悬即个吼，毋知影大家我无互大家用吼。即个阿公毋知几岁啊吼，你会使看伊遮身躯内底的号码，104岁啊，吼，啊正面就105岁啊。伊只要加1岁，伊就会去慢慢啊走，差不多50公尺安尼，庆祝伊家己搁加1岁安尼。好，啊，今仔讲到遮，我搁共款要问大家遮个问题。你安尼讲完啊，听了，敢有一寡概念无？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预防肌少症，除了饮食以外，阻力的运动嘛是非常重要，是对啊毋对？安尼答案就是对吼，因为即种阻力的运动，敢有通好预防安尼跋倒，还是讲破病的风险。第二种吼，菜豆仔是素食的人上好的蛋白质来源吗？毋是哦，菜豆仔是算青菜，吼，伊毋是安尼蛋白质。迄豆仔类的，就是像黄豆、乌豆、甲毛豆，才是真正是补充好营养的来源。第三个问题，逐顿的豆腐、鱼仔、卵肉，建议讲一手心嘛，对无？安尼即个答案就是对。吼，一手心等于2份的蛋白质的分量。啊，若一工食着3个手心吼，基本上按甲袂有肌少症的风险。第四个问题就是讲，啊，若要知影家己敢有肌少症无，会使用4支手指头仔来试看觅仔吼，甲家己围看安尼小腿上粗的所在，若扛袂起来的话，代表讲我肌少症的风险是较低。答案是对的哦吼，你若扛会起来的话，就是代表哦，我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嘛。上尾仔一个问题是讲，行路甲慢慢仔走是足好的运动，而且会使增加
我鸡肉的量，安尼是对毋对？安尼即个答案是毋对的哦吼，因为伊这就是互咱训练咱心脏甲肺部的力。毋过你若真正要增加咱肌肉的力，啊，佫有量的话，爱用阻力的运动，比如拄仔讲的，就是你坐伫椅仔顶悬，骹举悬佫囥落来，还是讲咱摕矿泉水迄种的吼，还是健身房，迄才会使增加咱肌肉的量安尼。好，今仔日讲到遮，多谢大家，毋知影大家有啥物问题无？大家敢有啥物问题？今日真多谢玉静营养师甲咱讲的即个主题，因为这肌少症真正是尤其是时大人啦，真大的问题。我家己嘛拄过，有人就是规工啉酒啦，酒啉了饭拢毋免食，当然规工嘛无咧叮当，规工拢体咧，即种就是无肌少症嘛，足奇怪的，就是营养无够，佫一直啉酒。佫另外一个问题，毋是干那伊筋肉少的问题，佫定定跋倒，时大人跋倒着足害的，跋倒着若啥物开刀啊，骨头锯去，着摕面床摕一段时间，一直摕面床摕久啊，因下个筋肉的量会佫较少，愈来愈害。好，安尼若无问题，咱今日就讲到遮吼。期待以后佫有别个主题当继续来甲大家分享。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